咱啉的牛奶是在地或者是进口的，定定民众是拢无啥啥。这是药事修法公告，未来青奶呢，要有政府或者是相关检验的标章，才会当甲伊标示做是青奶。那其他的产品，敢若会当写牛奶或者是羊奶，连这店家所卖的青奶茶，未来也着爱改名，对明年7月1日开始生效。货架啊，真侪款的牛奶，民众更介意的品牌也有人选保久年，因过明年7月起无处置牛奶标章，也是验证标章的商品，拢袂当标示是新鲜牛奶。参照国际规范，修正鲜乳用词，取得中央农业主管机关核发之鲜乳标章或验证标章等，使得标示为鲜乳。这是中央营养牛奶标示争议做出的修正，是药事初三正式公告修法。农酪产业协会的立场来说，对于产业是正向的方向。我们一直以来都比较希望台湾的乳品标示可以更透明，然后而且是可以透过明确的分类形式来让不同的业者来引导，做一个正确的消费者沟通。进口乳的话，它的保存期限就是说超过了30天、60天、90天，它的名称也可以标示鲜乳。我们这最主要是要把它区隔清楚，让消费者认清。新法规定，国外进口牛奶爱改做是用动物奶，还是爱标示牛奶还是羊奶。牛奶爱伫出自政府核发还是验证的相关标章，才会当标做牛奶。液态奶产品伫态大细甲成分调整也有规范。那调整奶油奶糖伫外装明显所在标示范围也扩大到婴仔的配方食品等等。像目前市面上店看的牛奶茶也爱改名。其实要有一段让顾客。对空间呐，我觉得无所谓，好喝就好了。如果有标章的话，我就比较相信那个。牛奶新定期会伫明年7月实施，国外进口产品想要标示做牛奶，也爱遵循出地相关标章，才会当进口。那违规相关，恐惊以食案罚400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